这个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鲍昆基带团去中国北京访问，中国就遂宣布要开放福建的民众去马祖旅游。中国甚至要重新批准进口咱台湾的文旦等等农渔业的产品。有专家指出，中国就是利用国民党来甲民进党政府来施压。然后陆委会是讲，敢若开放福建的民众来观光，这并无符合对等开放的原则。 两化观光的困局传出解决的希望。中国文旅部副部长姚宽伫八会见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鲍昆基率领访问团，随即宣布开放福建民众赴马祖旅游，也伫边谈甲台湾海上客运直航恢复了后，恢复福建民众来台团客旅游。福建省有4、5千万的居民，这样子的一个旅客能量，对于台湾各县市的观光来说，都是一场及时雨。 随后，中国移民管理局也宣布，5月7日的7点开放北京、上海这20个城市，会用专程伫网络上申办报发附带证。另外，毋若观光，中国海关总署也选伫刚刚宣布，未来依法批准符合中国检疫要求为台湾文旦优质的农渔产品输入。可以多一个行销的通路的话，那对于我们文旦幼农，它相对的是有一些正面的帮助。农业部目前尚未接到正式的一个讯息，中国在开放 这些农产品的这些检疫条件，能够透过这个平台来进行沟通跟确认。农业部强调，未来有望继续开拓高端的市场。针对中方一讲提出3项善意，学者分析，对中共20代了后，对方就伫调整对待政策，要贯彻全面融合交流。不过要注意，中方常常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谈判手法。中国共产党在对外谈判的时候，特别是跟他的对手谈判的时候，往往强调一手硬一手软，好像把一个恩惠做给了在野的国民党，可是呢，给民进党更大的这个压力，就是说我开了一个小门，那么看你要怎么来回应。陆委会是表示，对方以平潭航线和航为条件，来源也只是限定福建的民众，其他地区并无同步来开放，无符合对等开放原则，也毋是观光旅运正常的形态。后续会由相关部门进一步来整理卫清，结果最终决定确保健康有顺速交流。记者综合报道。